大家好，我係陳秋玉校長。喺香港教育呢個生態圈裏邊，幼稚園一定係最幼嫩而且最富生機嘅地方。小朋友就好似啱啱破土萌芽嘅小樹苗，懷住對周遭事物嘅好奇心，展開人生嘅旅程。曾經有朋友問我，作為一個幼稚園校長，你心目中嘅理想幼稚園係點樣嘅呢？我理想嘅幼稚園應該係知識同埋愛交融嘅樂園。幼稚園必須要有堅實嘅安全保障同埋健康嘅環境作為根基。校園每一處都應該係小朋友自由探索嘅樂園同埋遊戲小基地。從室內色彩斑斕嘅課室到校園裏邊嘅運動場地，從一個個擺得整整齊齊嘅 J 力多元智能寶盒到魚菜共生生態循環系統，從考驗勇氣嘅攀石場到神秘樹屋，仲有小動物住嘅地方，都蘊含住我對教育嘅想法，而且都係非常之吸引小朋友嘅。教師團隊係學校重要嘅財產，我期望老師具備紮實嘅專業素養，了解小朋友嘅心理，同埋靈活咁樣運用教育方法，喺課堂中運用有趣嘅方式引導小朋友探索，並運用敏銳嘅洞察力去捕捉每一位小朋友嘅獨特需要，用耐心同埋智慧陪伴佢哋遊戲成長。喺理想幼稚園嘅願景裏邊，我希望利用多元化同埋靈活嘅空間去推展我哋嘅課程，例如蒙特梭利教育嘅課程，小朋友喺精心設計嘅環境中自主探索，從感官訓練到數學嘅邏輯，全方位咁激發佢哋嘅潛能。喺體能活動裏邊，平衡木、拔河已經唔再係簡單嘅運動項目，而係鍛鍊佢哋嘅意志、協調能力嘅趣味挑戰。喺普通話嘅學習活動，以經典嘅誦讀、故事演繹，讓小朋友領略中華文化嘅精髓。仲有中華文化周，小朋友身穿華服，充分咁體驗作為一個中國人嘅自豪。喺國際文化周，我哋會介紹各國嘅文化同埋美食，帶領小朋友認識呢個世界。仲有主題遊戲日，小朋友圍繞住日常生活嘅主題進行角色扮演、手工創作。小朋友嘅知識就喺日常嘅各種活動中慢慢咁累積起嚟，亦都為未來更多嘅學習打好堅實嘅基礎。我心目中嘅理想幼稚園係充滿愛同埋關懷嘅。我期望小朋友每一日入到嚟校門都能夠見到佢哋嘅笑臉，遇到困難嘅時候能夠聽到佢哋互相鼓勵嘅說話，亦都感受到老師嘅溫暖同埋擁抱。我期望喺咁樣嘅幼稚園培育出嚟嘅小樹苗，既能夠擁有強健嘅體魄同埋充沛嘅活力，仲具備敏銳嘅思維同埋自理能力。佢哋會享受探索嘅樂趣，佢哋懂得同人溝通，能夠表達自己嘅想法。我更加希望佢哋懷住善良同埋同理心，用愛心溫暖世界。以上嘅呢啲都係我嘅夢想同埋一直努力實踐嘅目標。我同我哋全體嘅教職員都會一齊努力，為小朋友營造充滿愛、自由同埋創造力嘅成長天地。我係大樹校長陳秋玉。如果你有任何幼兒教育方面嘅疑問或者建議，歡迎留言。記得唔好忘記點讚同埋分享，讓我哋一齊成為每一棵小樹苗嘅成長。加油，努力！